宝贝儿，皇上有几日没来咱们兴圣宫了？已经足足5日了，娘娘。我还在想，您心怎么这么宽呀？这几天您该吃吃，该睡睡的。要是换做我，绿篱可做不到。我能跟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一样吗？我这叫放长线钓大鱼。我这线啊放了这么长时间，是时候该收收了。娘娘，那您打算如何收线啊？咱们好久没给皇上送汤了，走，给皇上送汤去。好，等一下，用点这个，这是西域进贡的香粉，又名摄魂香，您今天晚上肯定用得到。丽丽，我用不上这个，咱们走。皇上好辛苦啊，我给你端来了你最爱吃的榴莲汤。小柔，你下去吧，我和皇上有话要说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命奴婢专心研墨，不可懈怠。不就是研墨吗？难道离了一头驴，就转不动墨了？奴婢的意思是，毕竟是奴婢早晚在皇上身边伺候着，更加明白皇上的需要。所以我这不是来了吗？从现在开始，我一把屎一把尿的照顾皇上。你下去吧。那小柔先告退了。皇上，我喂你。皇后把朕的婢女都轰走了，皇后真的能伺候朕吗？那有什么？我虽没干过保姆，但我总知道保姆怎么做家务吧。那好，今晚就劳烦皇后来伺候朕。来，啊，哦，这是何物？是啊，这是何物？速速扔了吧。没了。那天，朕把小柔带去，回头想想，也是朕考虑前途。如若伤及了皇后的颜面，也请皇后不要放在心上。皇上喜欢哪家的姑娘，是皇上的自由，我无权干涉。皇上您开心就好。哦，是吗？皇后就不会有那么一些些醋意吗？皇上，我给您研墨吧，你喜欢稀的还喜欢稠的？稀的稠的。嗯，你要熬粥吗？啊！
娘娘，你醒啦？这都晌午了。啊？奴婢想着您昨天晚上一定很辛苦吧，所以都没敢来叫您。黄毛丫头，脑子里都是毛片儿。皇上呢？皇上去上早朝了，这会儿应该要回来了。赶紧伺候我更衣。是。快。晚上吃点好吃的。娘娘您慢点。皇后娘娘，敢问以色侍君，焉能长久？等什么时候妹妹也能以色侍君了，再来和我探讨长久不长久的问题吧。您真是太厉害了。其实昨天晚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啊？莫非是我给您准备的摄魂香失效了？香你妹啊！昨天晚上我这张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娘娘，反正现在都已经生米煮成熟饭了，宫里上下都知道您昨天晚上侍寝了，您呀就别不好意思啦。以后咱们在人前人后可就更硬气了。啊？都知道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今天宫里啊，可是出了最大的花园消息。宫中哦，上上下下、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还有谁不知道的？皇妃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怎么会不知道啊？无非是昨晚皇后娘娘夜宿大明宫，皇上今日起晚了，误了早朝，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此事非同小可啊！以前皇后娘娘和皇上是面和心不和，可如今呢，就表里如一了。帝后和睦，这是好事。终于有人可以治治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狐狸精了，你们就别嚼舌根子了。难道我们3天2头来此处，不就是为了嚼舌根吗？嗑你的瓜子儿吧。明白了，我们来这儿啊，就是为了嗑瓜子儿的。那我以后啊，就做一个嗑瓜子儿的安安静静的美女子，再也不用多嘴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嗑瓜子儿吧。九哥，你不要太在意，这都是误会。现如今，前朝和后宫都在议论帝后情深，只怕齐胜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令鹏鹏变了心。细想来，我与鹏鹏已是许久未见面了。九哥，要不要给你结出来？你劫得走他的人，劫不走他的心呢。今后本王不会再让你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潜入兴圣宫了。九哥，那我们该如何是好啊？这样，你先潜入兴圣宫。九哥，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现在风声很紧，你先去找一趟皇后，就说有大事商议。杨言，你被谁打了？九哥，你呀，你都流鼻血了。血！杨言，杨言，杨言！